真係諗都唔敢諗啊！依家單價只需要一字頭就可以攞低中山主城區嘅一個半山豪宅，咁事不宜遲，馬上帶大家上去望下。呢個89平嘅3房單位，餐客一體嘅設計，主露台望出去呢係冇遮擋嘅山景同埋城市景，非常之開揚。而且呢度交通方便，4通8達，3分鐘上到高速，返港澳、深圳、廣州、珠海都係瞓個美容覺嘅時間就到啦。去 Coco City 同埋富日城 Top Park 都只係2.9公里，打個的幾蚊雞就去到。5棟依家分別有88、89同埋104三隻戶型，都係3房嘅，而且呢度呢係精裝現樓嘅狀態，交樓質素呢非常之高，全部採用呢都係國際嘅1線品牌交付。品牌嘅加持直接為後期嘅裝修慳翻一大筆。依家呢個示範單位單價只需要10888就可以上車啦，首付10零萬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攞低啦。如果你都感興趣嘅話，快啲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帶你嚟實地睇樓啦。